部地区落大雨，台南因空真地拢淹水，有加温班10个台9列车引起两家120线嘛有大面积的落坑。台铁园林社头路段日头早晚7点发生民众走入去铁基路的死伤事故，警消警员找到人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为了随来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伤亡，联合国宣布全面启动人道应变机制，加在美洲国家陆续派出搜救队甲医疗团提供物资支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日的中道新闻，我是柯家珠。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甲西南风变强的影响，南部地区对昨暝开始上大雨，其中台南市区毋若传出淹水，永康区的水是淹甲大腿遐尼悬，啊，那仁德区有甲军班10外台9列车拢浸伫咧水内底。更较危险的状况发生伫龙野区的120线，有大面积的路面落坑，道路已经紧急封锁管制。南台湾对昨暗一直落大雨，在龙野市道120线20公里这带，要往关庙发生大面积路面崩落去，带电的电火条嘛倒去，若要往高雄方向，路面出现壁损，现场有封锁线，双边拢封起来。有民代讲6月中要甲工务局通报，尚未到也未付收拾，就好大水后冲崩去。已经坍崩一边了哈，那再仔细看，我们的电线也都坍下来，而且还有中间这边也有被损了哈。有塌陷了，我们有去做紧急处理，水从那个地面直接渗流进来，造成那个水压力太大，整个把整个那个挡土墙给推出去了。镜头出来，台南市区半暝落甲透早雨有影引导的，真侪所在严重淹水。国道1号连接交流道出口封起来，下面的太子路暗坎嘛做大水，咧永康大湾路甲昆山科大宿舍这带水淹甲卡档，会车半个人那是进来水内。看起来蛮严重的，嘿，大概有多高啊？大腿。早上下来的时候，有学生跟我说，看到有人在外面走，已经到小腿。那一栋的学生宿舍也已经淹到1楼了。现在是涨潮时段，现在慢慢退潮。那如果到时候雨势更大一点，山叶公溪就会溢出来。短延时强降雨高度的集中在过去6小时里面，所以导致山叶溪这个水位高涨。除了道路过不去，连日嘛有甲分班10外台9列车浸在水内底，业者无奈讲，根本就袂付煞，损失恐惊袂少，真正是马口无目屎。淹水了，伊锁会夹掉的，无法落煞。啊，头前遐个车拢规个拢无法落煞。你只顶个倒掉的，迄种压水啊。这波大雨是真面够急，让市区的车路变作溪流，规南台湾拢是警戒范围。其他台南停止上班上课，呼吁乡亲就要提高警觉，注意自身的安全。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另外，高雄自25日尾暗仔就开始变大雨，雷公四那雨插插落，早起公山、鸟青拢传出淹水，造成民众受困。盐埕市场嘛做水灾，市府半暝啊是紧急宣布全面停班停课。早起市场当期卖也召开大水库的应变会议，只是各单位要掌握天气的变化，随时注意洪灾。在旗山美浓，包括大树、内门、田寮，那都有时雨量超过100毫米啊，那甚至累积的雨量在大树地区也高达600多啊。那过去高雄1年的下雨量呢，那大概是2500左右，所以简单讲，它几乎在1天内就下了1/4的年雨量。早起伫公山、鸟青拢传出淹水，造成民众受困。警方伫一台轿车救出母仔囝3个人，加在人拢平安。另外，盐埕市场是做水灾，上悬淹到30公分。因为2日高雄停班停课，本地今仔日各中高中的期末考拢延到后礼拜日拜二举办。台铁2日透早因为大水河影响惠州路线宣布停驶，结果伫中华园林到社头的路段，佫传出死伤的意外。有一个查甫人若像撞入去铁基路要翕相，火车司机发现就随持喇叭甲警示，不过也是袂负险，火车是直接弄到人，送医急救也是救无转来。目前这死者的身份甲伤者事故原因，警方也佫在厘清。
受伤的民众伫救护车顶赶紧要送病院急救，代替中华园林到社头的路段，拜五透早6点外发生死伤的意外。警方调查指出，这位查甫人若像是撞入去铁轨路要翕相，结果一台3005车厝的区间快车经过，货车司机发现有人随打洞仔伫车饲喇叭警示，但也是未护闪，货车直接撞到人。26日6时40分，于园林社头间。机起233K， 经查该男子已站立于上述时间地点拍摄，经台铁3005次事件发现后，仅认加鸣笛为能不及撞击该民众。警方接到通报，伫事故现场大约100公尺远的水沟仔，发现这位护火车弄到民众，人无明显的外伤，经过救护人员评估，虽送病院急救，但是人嘛是救无回来。抵达现场，列车长表示有撞到行人，现场未有发现人员。救护人员往北大概100公尺，在水沟处有发现男性1名，年约60岁，疑似欧卡给予 CPR AED， 不建议电击，送往最近的延荣医院。台铁嘛因为这站事故，西正线升改单线双向通车，上北甲落南拢有车帮受到影响。警方伫拜五透早8点20完成采证，台铁伫8点25分恢复双线通车，但是死者的身份甲详细事发原因，也阁需要等待警方调查厘清。记者杨思晴综合报道。这几天雨落袂离，风台比克达是继续往北行。也毋过受到西南风甲风面的影响，气象署表示，今仔日咱台湾各地也是会上大雨，尤其是高雄、屏东地区有可能会落超级大水雨。气象署讲，这款无稳定的天气预估会延续到拜日，拜日开始各地天气才会转好，变做济云到好天的天气。风台比克拉继续往北行，也毋过台湾受到西南风甲风面的影响，雨也是落袂离。拜五气象署也发布雨预报。台湾各地拢会落大雨，甚至到超大雨雨级数的雨水量，尤其屏东甲高雄有可能会下超大雨雨，新北、新竹甲台南等等嘛有可能会落大水雨。基本上除了花莲以外，台湾附近都有针对降雨发布特报，在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台东的山区都有来到豪雨等级的降雨哦，特别是在新北的山区、新竹地区，还有南高屏都有来到大豪雨等级的一个标准。气象署指出，受到风面的影响，拜六各地天气也是无稳定，西北部地区有可能会下大水雨，东北部嘛会落大雨。一直到礼拜，风面慢慢向北，东北部的天气才会转好，也若西北部也是会有短暂阵雨。若是过到台湾各地都有可能会落西北雨。那到了29号之后呢？南部、台东可能整天断断续续的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其他地方就是以午后为主。午后的话，可能是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出现哦。那到了30号之后呢，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会恢复到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气象署讲，这款无稳定的天气，预估会延续到拜一。拜二开始，各地才会转做济云到好天。气象署提醒民众，这几天唔通去山区，出门嘛会记得罩雨帽、雨伞，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加气象预报。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新北地检署侦办连锁EV集团爱尼的偷窃案件专案情节，按照偷窃成影像，李小成北下顶罪嫌，甲7个人起诉。目前有查到99名受害者，其中有4个人是未成年，检方具体求刑9年到14年不等。台湾连锁EV集团爱尼的，第5月时阵是爆出店内的烟雾侦测器是疑似有装偷窃的摄影机，甲查某人客偷窃。检警接到通报了，遂开始搜证搜索。躯体集团的总裁熊如山等人到案，发现案发了后，说被想是听熊如山的指示，甲这间分店的监视器主机拆除炸走未净。25专案终结，照不过偷录摄影像，李小成把下这罪嫌起诉涉案的7个人，依法提起公诉，并就其中常信等5名被告分别求处14年至9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检方批评熊如山等人是严重侵害隐私权，糟蹋医疗伦理，对社会大众的基本信任是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犯后积极在灭证，态度是真恶质，完全无后悔的意思。对熊如山具体求刑14年，总经理刘正华13年，特助张元玲12年。涉被伤者金兴和洗出来会计拢逢求刑9年。不过被害人普遍拢认为求刑伤轻，无法度接受。调到我的
跟依照全裸的那种，就觉得很恶心。我觉得14年真的太少了。你不确定你那些影片有没有被盗用？我没有办法接受说你没有让病人或是客户就是知情同意的情况之下，你居然就是有录音，只会跟你讲说啊，那是因为我怕医纠，然后有很多贵重的雷射套都在那一间，所以才会装监视器。检方这摆侦查的范围是包括台北、松江、新北、新庄、台中、中德等7间分店，查出99个被害人，其中有4个未成年，所罪并发拢总涉犯164罪。另外，还未侦结的部分会继续来侦办。大概有800人要提起集体诉讼，后续有跟行政院的消保官去做对接，他们也有在这个线上做一个正式的表单，有70几个人去填写这个表单。面对被害人感觉真无助，当初徛出来斗相共的律师已经和行政院消保会来联络，消保会已经建立申诉调解的线顶申请网页，律师呼吁被害人会当去伫网络登记，也提供免钱公益的法律服务。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会25通过刑法修法草案，增加毒驾、酒驾的累犯再犯者未使加刑。另外，在依托米制接用电子烟的事，行政院也提出分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对本地规定的使用限缩到那是有电子烟就直接没收，而且上当罚10万，早入境上当罚100万。相关的草案后续会送到立法院来审议。嫌犯走到无尾巷内底，警方随牙签甲人压落来。2时半暝，新北南口一台轿车，外互警察查问，也使互警察入，两个查甫人拢互抓起来，车内也超出3种毒品，总共82公克，而且涉嫌食毒赛车。为了阻止食毒赛车、啉酒赛车一直发生，行政院25条管驾驶标准，伫刑法第77条增订，袂使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底，搁再犯的袂使驾驶。如果他是在新法施行前曾经判处死刑，确定那后来经过这个救济程序，经过法院撤销改判为无期徒刑或逾10年有期徒刑者，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原则上就是适用新法，让他也不得假释行政院会进前调悬食毒赛车刑期，也毋过立委讲，食毒赛车弄死人处5年到12年，10年内底，佮食毒赛车弄死人，相关应处无期徒刑，是不是这真正阻止？第2次撞死人才最重判无期徒刑，没有死刑，这样合理吗？具体的个案，如果说毒驾是不确定的杀人故意把人撞死了，这是直接进入到杀人罪了，这个会判处死刑跟无期徒刑跟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这部分实务上已经有案例要判死刑了。另外，与宋氏烟弹依托名字藏伫电子烟内底事，行政院提出分害防治法修正案，建立刑法甲行政法相残机制。立委建议应该研发更加精准的快速体检工具，抓入食毒赛车。针对刚吸食不久、还没有发作，甚至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世纪敏感的门槛的时候，可能会变成漏网之鱼。那针对这部分，我们警政署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就是即便他刚吸食，我们原检有发现毒品的话，我们还是会请他使用脱筛试剂。上游源头阻断的部分，针对制造跟输入是纳入刑罚化。除了不得持有之外，加定了没入，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持有的时候纳入这个行政罚，最高可以罚3到10万。这摆修法头一摆甲持有电子烟纳入法则，也若考虑电子烟伫部分国家属合法产品，规范也参考非洲地区的防疫税法，早入境相关应处100万块罚款，那1年内底搁再犯，会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也是并科100万块以下罚金。此案会送立法院审议。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拜四宣布，6月30开始要实施2项驾照的新制度，食酒甲食毒拒绝检测、超速绕跑等等严重违规的高风险驾驶，会互人吊销驾照，禁考3档以上。登考驾照进前要完成驾训的课程。另外，在汽车驾照的笔试，对7月开始有新的改变。驾驶强烈反抗，警察也请甲伊压制。这是6月1日伫新北市中和涉嫌食酒甲食毒赛车的案件。根据警政署2026年1月到5月资料，食毒赛车有6730件，若食酒赛车的有22855件，其他佫拒绝检测、超速绕跑等等严重违规的高风险驾驶，拢会互人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交通部拜四宣布，针对这的危险驾驶，为6月30开始实施加严的驾照管理措施，要强制完成驾照班训练课程。这个驾驶执照3年以上不得再考的部分，那未来这些人在重新
申请考验的时候，就必须要强制到这个驾训班去完成驾训的一个课程之后，才能够这一个报考。交通部表示，这严重违规，驾照互人吊销禁考超过3年的民众，因为长时间无赛车，风险应变能力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上课。若无按照规定，就赛车上路，不管有驾照无驾照，拢会罚6万块。另外，这月份要去考汽车驾照的民众嘛要注意咯，笔试题目嘛有改变。那个在题目里面增加鉴别度，包含一些观念嘛，一些法规拢跟以前不赶快呢，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些题目的调整，引导大家有更新的防御驾驶的观念。交通部公路局表示，未来驾照的笔试全面改做选择题，考题嘛为原本40题增加到50题，头摆增加危险监知情景鸦片题。交通部表示，希望透过新制加强驾驶的法规认知、风险辨识能力，才能减少交通事故几率。记者郭金勇、林孝凯台北报道。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国外消息。委内瑞拉日是连续发生规模7.2及7.5的大地震，目前上无已经造成235个人死亡，超过1500个人受伤，也有157个人是失踪的。因为地震嘛造成上百栋的厝崩起，现在搜救人员是赶紧来找找受困的民众。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对空中翕到这个连2届大地震重灾区，首都卡拉卡斯北边30公里的拉瓜伊拉州断离倒壁。联合国统计，当地有超过100栋的厝体崩起，包括出名地标13楼高的爱德华饭店。不少民众下落不明，家属希望军队会当加入救灾。大地震了后，拉瓜伊拉州当地有商店随去抢劫。根据英国洛士会统计，委内瑞拉原本就有大约790万人需要援助。这条大地震造成人道危机愈来愈严重。首都卡拉卡斯同款有灾情，有数十栋的厝体崩起。讲到这届连2届大地震的损害，居民是心惊惊。Cosas empezaron a caerse al piso, las paredes, fue horrible. Verdad que el que no vivió ese momento nunca lo va a saber. 这届是委内瑞拉自1900年以来上届严重的地震，有真侪受灾户拢是差不多1970年代进前所起造的，拢毋是用抗地震的钢筋，敢若是用砖仔贴，拢无保强过，所以才有严重的灾情。专家指出，委内瑞拉北部正就伫咧加勒比板块甲南美洲板块交界，这两个板块伫遮小 A 小 K 能量放出来，就会发生地震。La falla se activa en un sector inicialmente y eso carga las tensiones en otro sector de la falla, gatillando la falla siguiente. Entonces hay solamente unos cuantos segundos, ¿no? Del orden de 40 segundos de diferencia entre un sismo y el otro, de modo que uno es el gatillante del otro. 卡拉卡斯当地搜救人员继续对厝壳内底救出已经牺牲的灾民。美国地质调查所估计，这届大地震可能有超过1万人死亡。搜救人员继续咧抢救，全力救人。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委内瑞拉这场大地震造成重大伤亡，联合国宣布全面启动人道应变机制，真侪美洲的国家拢派出搜救队，也有医疗团，而且嘛提供物资的支援。这场强烈地震也和委内瑞拉脆弱的基础建设是再次面临考验，增加救援的难度。为空袭画面看到大楼是倒去，车路嘛离开，同乡机构一直咧学。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25前往拉瓜伊拉州重灾区勘灾，表示全国已经进入紧急状态，正式向国际请求援助，希望通救更较侪人。Y en Macuto, en el estado de La Guaira, acompañando a nuestro pueblo en la búsqueda y para el rescate de personas que fueron tapiadas por美国嘛宣布启动跨部门应变机制，除了派出灾害援助应变队甲2队城市搜救队以外，国防部佮调派军机、直升机投入运输，佮提供超过2亿5千万美金的人道援助，甲联合国基金。南方司令部嘛成立专职小组，甲国务院共同协调救灾。We took over Venezuela in less than 1 day. And the oil is flowing, and we're getting along with them great. We're going to, by the way, help them with their they had a tremendous earthquake.
联合国秘书长国提瑞士对大龙伤亡感觉悲痛。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已经协调各国的城市所救队去支援，伫卡拉卡斯成立中央协调中心，统筹国际救援行动。拉丁美洲各国嘛真紧就出手斗相共。巴西总统罗拉、墨西哥总统西恩鲍姆、智利总统卡斯特、和阿根廷、哥伦比亚、多名理加共和国等国领袖拢公开表示支持，嘛派出所救队医疗团甲人道物资，其中墨西哥出动2台空军运输机，载261个搜救甲医护人员，18架搜救艇，还有超过18公吨医疗甲救援物资前往委内瑞拉。巴西总统罗拉是表示，已经亲身打电话予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答应只要委内瑞拉有需要，巴西就会全力支援，包括饮用水、消防人员、民防队、粮食甲药品。除了各国政府伫美国佛州有大量委内瑞拉侨民的道路市，嘛出现民间无关条，至今无用咧分类食品、药品甲卫生用品，希望赶紧送转去家乡。不过人道组织坦白讲，真正的挑战毋是无物资，是安怎突破物流甲政治限制，甲物件送入去灾区。Pronto el team sale este fin de semana a ver cómo se maneja esa parte política, cómo van a dejar entrar la ayuda, en qué momento, porque el aeropuerto está colapsado, no hay aeropuerto en Caracas. Y bueno, eso es lo que vamos a tratar de lograr lo más rápido posible de salir a ver. 分析指出，这场地震发生之前，委内瑞拉是经历几6冬的经济危机，医疗系统甲基础建设本地就真脆弱，即马搁再拄到8年来上强的地震，毋但互救援工课变甲搁较困难，嘛互灾后重建之路变甲搁较长。国际援助敢会当持续，会成做委内瑞拉行出灾难的重要关键。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波伊波拉病毒的爆发，累计感染人数已经有1094个人，造成277个人死亡。其中收容所因为卫生条件歹，部分的居民佫拒绝检测，甚至佫甲这医护人员甲赶走，也互这波疫情的控制是更加困难。肯亚唔捌出现过伊波拉疫情，最近因为美国暗算要伫咧遮起伊波拉隔离设施，民众正反对，抗议人士担心高传染性病毒会被带入国内。这个月2遍示威活动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争议愈来愈大。肯亚的卫生部长宣布，伫反应的裁决出来进前，所有工程拢总停工。另外，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感染继续扩大，因为即马流行的邦迪布胶病毒株也无核准的疫苗加特定疗法，疫情正歹控制。病毒即马拖到东部的第3座南明亚，红北南明亚一个18个月大的查某囡仔发烧超过1礼拜才做检测，所伫结果出来进前的1天不幸死亡。调查发现，该接触过包括家属、医护人员甲其他营区的居民，至少107人。Zamani tulikuwa Zika 1, 2, 3, lakini kwa sasa tuko na hali ya ile malali za Ebola tuko nazita kuzaidi sana. Ndani ya mwezi 1, 2 tunazika 50 persona. 因为南明亚卫生条件正歹，隔离设施阁无够，才会人阁死过前线，要做预防传染的工作正困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初步统计，伫即马确诊的患者内面，要甲1/5是囡仔。非洲卫生专家警告，若是感染继续拖，规模恐惊会超过2014年到2016年西非伊波拉大爆发，迄边超过11000人死亡。公司新闻沈乐慧编辑。继续带大家来关心高雄这波大水害灾情。沼清区美山路甲大寮区的山顶沟蓄水池积水上深，停伫附近的车拢被水淹去。若伫公山有一大农舍，因为积水上深，有民众受困。警消人员是出动树灵船救出6个人。代替的中州甲公山的路段嘛，因为积水上深，较早起9点才恢复行驶。另外伫三林区，2、5有一个负责人为着清水沟跋落水沟底，去互大水冲去，人已经不幸过往。高雄沼清的美山路拢是黄色土水，看无原本的路。民众为关注发现有人掉伫水中，赶紧来到看。刚好先打那个消防局了。高雄市消防局表示，车辆因为食水过路，消防人员已经协助3个人离开，因拢无受伤。26会知影前往现场发现水也未退，居民投讲，迄颗泥啊，只要雨较大就会淹水。美山路19巷这里，您可以看到呢，货车现在是停在这里，没有办法过，因为这里已经拉起了封锁线。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后面呢，整条马路都已经变成了水路。根据当地居民所说呢，水深最高呢到成人的胸口。强降雨啊，是安怎
才就淹啊，搁拄着迄个涨头的日子就拢会淹啊。哎呀，上悬捌淹到2米外嘛。 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各方面接近的影响，高雄连续2天晴光雨。25暗时，伫翠华路捷运细运站附近有积水，车路塞车。26透早，公山区兴隆街一只农舍有6个人受困，警消出动手灵船，加载有成功救出来。 经防救封锁线，警示积水区互民众莫搁挖近，火车嘛因为大雨积水淹过铁基路面，代替中州到公山之间双线暂停运行。到台南就没有再往南下了，那就是要坐区间车，要到新左营站再转自强号。到处都是淹水，怕骑车回去危险，所以就是还是以火车为主这样。 然后目前已经耽误了1小时多这样。有旅客是到车头才发现停驶，等待的时间至少有半点钟。另外，伫三林区有富人人为着要清沟仔打叉，不幸过往。天候无稳定，和高雄有真侪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2天受到大水雨的影响，屏东各地嘛是灾情不断。其中潮州的鹿寮桥路边放弃，甚至有轿车受困。富春里的居民昨才把这积水清掉，无想到半暝啊又搁开始上大雨，就又搁啉水。民众讲，这届都袂输是北风灾同款。另外，伫沿海的那边，家当冒积水，居民出入拢爱撩水过。 桥边用封锁线绑起来，避免民众搁行。屏东大水雨第2天早起7点外，就有民众通报，潮州的鹿寮桥袂堪得路面规个崩毁，一台白色轿车想要硬过，煞去掉咧。另外，潮州富春里的志成路，居民昨暗接拼了，结果半暝3、4点搁开始淹，实在扫水扫甲足无奈。护轮路出动国军斗拼，民众讲，顶一届淹甲安尼是北风灾的时阵。凌晨又起来再跳下去。然后那个水过也是冲进来呀。嘿嘿嘿。 水都流起来啊！莫拉克风灾的时候，也就是上一次淹水的时候，它3天降了大概1500毫米的水。可是从昨天早上7点到现在，包括半夜的2点到4点，已经降下了900毫米的水。屏东26早起9点了后，雨势有较细，吉川乡站的有压掉引气，一堆鸭走去路顶，趁雨势，市主赶紧甲鸭掠转去。 目前阁有积水的所在，主要是靠外海线的那边加东部分，因为沿海所在地形较低，部分居民阁是爱撩水出入。加东腔园出动抽水机，赶紧抽水。那边乡公所目前安置6位民众。县政府宣布，国三大坪湾至那边的北上路段11点开始开放各道路边停车。大鹏湾抽水站这边，因为整个水很大，它抽水不及，所以水位都溢体了。我们的八甲头皮这个沿海公路这个地方。 那个长园桥这个地方有满出来，所以我们沿海公路有积水的现象。你迄中华一排因偷袂落，倒管拢我只的点鱼，黄地就较管迄只落啊。算讲枪员加拢紧去俩。 经济气象署累积雨量排名，前4名拢是屏东县，新增国小339毫米，新园乡305毫米。虽然县政府宣布26停班停课，不过民众嘛是爱注意雨势、细宜积水的所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过来将镜头转到北部地区，受到这比克达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嘉南有部分的路段出现土石崩起，有树仔倒去对着人的人家厝，因为有部分的电火条嘛断去，造成附近的住户是失电的状况，市府已经派人去处理。另外，在台北市的内湖区，虽然雨无拜时遐大，不过真侪店家地下室的积水拢也袂退，今仔日是暂停营业的。那台北市长张万安是讲，会将这治水的预算用来加强排水。大雨下甲有够紧，阁有够猛，嘉南通明街、东势街等路段发生土石崩落来，倒落去的树仔直接缀伫咧人家厝，互附近的住户是足惊的，就惊雨落袂停，引发更较大的灾害。嘛无处理，即嘛佫调动佫安尼落来啊，对啊，这若无处理哦，面顶迄哦，嘛是佫会迄落。 真危险！在地区公所紧急派人把倒去的路树刷掉，救封锁线，避免民众发生意外。因为现场附近的电火条断去外窜，有一寡所在已经停电，台电嘛咧抢修。现在我们目前先把清除好
的树枝先搬走出去，林务局才会进驻第2号的部分。那陆续组里面的雨一直下来之后，会造成更多的伤害。镜头再来到台北，拜四的大雨，予内湖真正变作是湖。伫咧金融路，厝主嘛赶紧用抽水机来协水，因为真侪水电的机械拢浸伫咧地下室，损失真恶算。突然间下那么大，一下子就淹了啊！我们都来不及反应了，我们的工具都全部都泡在水里面啊！工具就20-20万的工具嘞。另外一边，内湖的文德路，虽讲水已经提起，啊，毋过真侪店家玻璃门，互大雨灌入去店内，已经无法度使用。为了清土沙，店家敢会当先暂停营业。玻璃也都破掉了，那边全部都丢掉了，那没办法。面对内湖区淹水的灾情，台北市长蒋万安2日透早去视察，听在地民众的心声，因讲会加治水预算来改善排水系统。虽望讲关乎65亿的治水经费，我们要将台北市整体降雨的容受力从78.8毫米提高到88.8毫米。虽望讲县市政府积极处理淹水状况，不过中央气象署嘛提醒，拜5、拜6全台湾天气要是无稳定，民众都要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落雨天也造成交通的状况真侪。早起在国道1号上北的设置路段，都有一台轿车失去控制，去弄到头前的国光客运。这货车驾驶是当场失去性命现象，送医抢救也是救无回来。同款发生在国道1号上北南口的出口处，是有9台车的连续车祸，造成8人受伤。警消人员赶紧赶到国道第26伫上北设置的路段，一台发财熊熊失去控制，对头前的国光客运甲撞落，货车的车头弄甲已经变形，啊那姓杨的驾驶当场失去意识，送病院了后有原伤个不治。国光客运的驾驶甲乘客拢无受伤。国道客运当时载运17名乘客由台北到金山，驾驶及乘客皆未受伤。国道客运驾驶酒测值为0，小货车驾驶酒测值待检验。同款发生伫国道1号，几台车拢规排，上北42.8公里南口出口的所在发生一站9台车拢做伙车祸。这是一台载21人的游览车，好惨像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弄到头前的轿车，刷落来个一直向头前挤。消防局赶紧启动大量伤患救护机制，嘛真罕见，车塘机场的消防队来到3共救人，8位骨头断去，由消防局送去甲病院，啊那6位轻伤是由机场的巴士送去病院。消防局立即成立大量伤病患机制。将红区4名、黄区1名、绿区9名，共计14名患者后送至林口长庚及布桃等医院救治。大雨嘛，地势桃园经国道也个曾经路落落去，一透早就实施交通管制。永工处到现场抢修，市长嘛到现场关心。看起来是因为路面有一些裂隙，然后水分造成进去的，不算是掏空，它有点松软，所以底部的强度不够，所以车辆开过去，它就会产生一些裂缝这样子。根据统计，桃园第26已经有10个区，每1小时的雨量超过或者是挖近60米里，已经是大雨以上的等级。还有3个行政区3点钟的雨量已经达到100米里，等于是大水雨的等级，已经地区13大积水或者是淹水。记者综合报道。丰泰外围环流今仔日也阁新德落大水雨，新德县市真侪所在拢传出灾情，车路积水，交通乱糟糟。新北局中后山绑区校园淹水，紧急停课。啊，那针对灾情，新北市宣布下晡开始是停班停课，新德县的部分对12点开始嘛停班停课。新德落大水雨，因为照常上班上课，公路国中头前的车路淹水，有骑奥多巴的民众被水冲倒去，人含车规个死去，公车就伫边仔画面看落，互人会着惊。新德市区落大水雨，真侪所在拢积水，规个市区交通大乱。往新德科学园区的道路大塞车，警察也徛伫水里指挥交通。雨实在伤粗，互新德县市真侪所在积水，因为照常上班上课，民众是袂假。新德市长高虹安也赶紧宣布下晡停班停课。那考量到是新竹县市的这个生活共同生活圈，所以我们新竹市的部分也在今天的这个下午的部分，我们也宣布停班停课。大水雨落袂离新德县的新埔国中、后山绑区、土石楼管一个学校，为着学生安全，学校是伫早起就紧急宣布停课。早上大概7点多左右，新埔国中的后山的部分有出现山坡坍塌的一个状况，那就造成了学校的部分有部分的土石跟砖块进入，然后也产生了学校的一些淹水的一个状况哈。学校内底运动场已经看袂出来是运动场，地下室嘛积水，抽水机喷袂停。
店长讲，雨对半暝就开始落，小偷卖力才会安尼。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之后啊，这个雨水确实是过大了哈。我们现在新埔镇里面呢，各个角落啊都有这个淹水的状况。新竹淹水灾情严重，目前包括新竹市，也有新竹县12点开始拢停班停课。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台湾这2天4界拢传出淹水的灾情。总统赖清德2、5就表示，目前已经进入风台雨水期，若是这总预算一直无过，只要发生重大的灾害，就会影响到救灾。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呼吁，立法院要赶紧审预算。若国民党团是讲，政府有要甲3条的总预算会当合法使用，而且立法院3月份都已经通过治水救灾经费。受到风台美克拉和西南风的影响，台湾足侪个所在这2天拢传出积水淹水的灾情。行政院长杜英泰2日透早来看经济部水利署防灾中心，了解各地降雨的情形甲应变的作为。现在还有134处的未退水的地区。那我们一直希望说，淹水面积的缩小，退水的时间要加快。今日总统赖清德前一天表示，目前已经进入做大水期和风台季，若是总预算一直拢无通过，发生重大灾害，恐惊会影响到救灾。民进党嘛，普文讲，总预算卡条例，第一、第二有备金。还有灾害准备金，拢总170亿，拢无法度使用。佮点名8个投入县市长选举的国民党立委，唔通佮拖。1倍、2倍跟灾害准备金，大大方方的，这个是要用在人民身上的。没有灾情来，这些钱就动用不到。那有灾情来，为什么叫做准备金？就是这一笔钱框下来，万一天然灾害来。那这些你把它给卡关的，那叫他现在在以缓济急，挖东墙来补西墙，这个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在野党。不过国民党团嘛指出，政府手头有买3条总预算会当合法使用，而且立法院3月已经甲718亿新兴预算通过啊，当中就包括治水和做大水的经费。批评民进党是甲天灾当作是政治的 ATM。今年大概有将近3兆的钱行政院可以用的，万一碰到有紧急灾害。你还可以以缓救急，这个时候大家专注是否会造成灾情，不要口水战了。这个口水比治水还多，那就不好了。我们过去对于这个治水的预算已经花了几千亿了，但是呢，你很显然这个水还是继续在淹。我们要彻底讨论是给了预算之后，为什么各县市还是受这个水灾之苦？雨落落来，嘛互调野修正对立来。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要出国佚佗，还是参加演唱会，拢建议把这票打去社群平台。不过，这有各自外泄的风险。所谓发展部就强调，这票券顶悬的条码 QR code 拢有真重要的个资，呼吁民众爱注意。警察走到超商来抓人，佮掠去到另外一间超商，因为诈骗集团透过网络的诈欺，骗走被害人行动支付的条码，抢伫条码失效进前，伫超商结销偷渡点数，造成袂少损失。因为即马拢是用手机数位咧做交易，条码也是 QR code， 就真做重要的证据。数发部2日特别举行记者会，讲有民众要出国旅游，就真爱甲门票或者是机票抛去咧社群平台顶悬，毋过安尼做真毋通，其实各自是有外漏的风险。骇客把它截下来以后，扫出了里面的 PNR 代号跟英文姓名，接着他登录了航空公司的管理我的行程页面，接着他有可能就可以做出我们第3阶段篡改的动作。数发部讲，机票顶悬的条码其实有旅客名、定位的代码等等的资讯，若是有心人士利用公布伫社群平台顶悬的相片、扫描顶悬的条码，就会使知影旅客个人资料，登入航空网站乌白甲人改行程。另外，亲像分享演唱会门票，这票券顶悬的 QR code 嘛有可能互人偷摕去用，有可能去互人 copy 加价来转卖。若原本买的人会防认做是黄牛去用调查。他去复制出这个假票，接着他高价售给不知情的受害者，所以等到你到场的时候，你跟你的朋友约好要进场的时候，闸门响起了，此票券已入场。那这是欲哭无泪啊！不要以为说我随便涂一涂，随便的做一做可能就人家看不到因为除非你用一些物理性的比较具体的方式去遮掩才能够真正避免让人家取得里面的 QR code 的数位资讯。为着避免无必要的损失，数发部就建议民众唔好将这票券抛去伫网络。若准讲真正要分享，这 QR code 一定要全部甲查掉，查好清清气气，而且用完了后，这票券一定要甲掠好掉。另外，
呼吁大家都爱设立这假网络退款的通知，或者是假水电费管迄款假 QR code。另外嘛，莫凊彩乌白扫描来路不明的 QR code。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政府引进科技设备，可帮农透过手机随时来监测蜂箱内底温度甲湿度，可当透过这蜂箱的动量，也有环境的变化，掌握蜂甲蜂蜜的状况。唔来当降低饲蜂的成本，卖当来提悬蜂蜜采收的品质。OK， 蜂箱下骹的蜂仔随时记录动量，互蜂农透过动量的变化，知影蜂的数量甲蜂蜜的状况。蜂箱内底阁有监测的设备。蜂农透过手机传的资料，会当掌握每一卡蜂箱的温度甲湿度。蜂农讲，透过科技设备的协助，唔但降低养殖的成本，也提升蜂蜜采收的品质。像我目前的规模有8个场地，然后我们8个场地，如果每天这样一次要这样跑起来的话，从云林县跑到台南县。你看跨县市之后呢，你看这个人事跟油耗成本，我们的付出很大。但是装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家里或者是在蜂场直接用手机做监控。为了要提升蜂农采收蜂蜜的产业环境，嘉义县政府辅导蜂农引进这种结合数位监测设备的智慧蜂箱。蜂农唔但免亲像进前一片一片开时间来检查，就会当发现蜂箱的问题以外，阁因为这个监测设备减少蜂箱互人偷摕的问题。之前呢，我们每年都基本要损失好几十箱的蜜蜂。那现在装了这个智能系统之后呢，我们蜜蜂其实说真的，再来都没有被偷走的情况了。智慧蜂箱除了配备有温湿度感测、智慧磅秤，那我们还有一个气象站，还有一个摄影机。那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在远端去了解蜂场的情形。嘉义县农业处表示，目前已经有8号引进智慧蜂箱，根据因的反应。逐礼拜当省6点钟以上的巡检时间，蜂蜜的采收煞提升10%。所内阁有27名蜂农已经训练完成，希望透过科技设备，互因过靠劳动甲经验的饲蜂工作，带来产业环境的改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语文刊榜今仔日要带大家来看台语金曲奖的系列报道，是周自强的创作。伊第2张台语专辑《人造人间》，今年是入围最佳台语男歌手。这歌词内底是用唐拖来比喻咱人，写出社会上无共阶级的生活甲选择，希望会当透过音乐来呈现无共款的人生故事。啥物定坎，啥物歌。三拉高顶，先天注定，地拄甲纸，好心到遐，有蜜读目舌的阮婿来食。用地拄加纸这歌唐拖来比喻做各种无共款的人。音乐创作者周自强这首歌都合作人间，歌词写欠人分的狗兄阿兄，也是无论啥拢疼食落北的长子老大。周自强讲，这首歌就是在写社会的食物链，创作的来源都是身躯边看到的各种人甲社会事。伊希望透过音乐写出无共阶级角色的生活甲无奈的选择。贪嗔痴慢宜人做，悲欢离合。悟人心，就是安尼，因为我要讲的故事就是人实甲这片土地的故事。周自强的台语专辑《人造人间》用充满台湾文化意象的香花茶啊，甲金纸来设计。伊讲，这块专辑主要用歌来创题材，到未来这首歌都是在讲台湾的跋筊文化。不过，伊认为歌嘛是面对感情甲文明的一种选择，伊嘛拢甲写做歌。周自强讲，伊自细汉就对老爸学语打听台语歌、看本地戏，这经验甲回忆深深影响着伊一路来音乐创作，甚至到后来，伊嘛创真侪本地戏音乐。因为我老爸就是爱唱台语的，啊，正经嘛想要出唱片安尼，少年的时阵，当然伊唱的台语老歌内底嘛有足侪文言的词啊，安尼，这个语言就是足水的。周自强表示，伊唔知影台语音乐未来也可会当行偌远，不过会当结合家己的兴趣，用台语去唱无共款的故事，让世界听到这个语言的水是伊上大的愿望。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
监察院伫咧6月份有发布一份语言政策的调查报告，认定政府伫咧戒严时期的国语政策已经侵害到语言人权，嘛造成咱本土语言的流失。有台语团体就指出，这是政府头改承认，都要求政府要公开会实地，嘛要来成立语言平等委员会，检讨法规甲教育制度。过去伫学校若无讲华语，就会互人处罚，这是真侪台湾人的经验。针对语言政策检讨，监察院6月发布调查报告，认定戒严时期实施的国语政策侵害语言人权，嘛造成本土语言流失。有民团拜五开记者会，指出这是政府头改承认过去国语政策致使本土语言受到侵害。伊嘛要求政府要进一步公开会实例，推动语言政策改革。过去政府其实无针对这项代志去做回应，所以其实我感觉今仔日这摆这个报告上主要以上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讲政府头一摆承认过去这个政策是错误的。民团嘛提出诉求，包括来成立行政议站级的语言平等委员会，专门检讨法规甲教育制度，而且要停止独尊华语的教育制度设计，才能保障学生学习母语的权利，嘛都修复过去语言政策造成语言无正义。而且民团认为，今嘛虽然有国家语言发展法，不过欠缺强制力，教育甲行政制度要是独尊华语，语言平等并无正落实。同样的，我们也恳求我们的政府真的是能够从国家真实的立法，以至于我们学习族语这件事情，不是那种很随便的态度而是有真依法有据的。用一个国家语言一个政策，阁是一个无强制力的法律，就甲讲咱即摆有咧处理其他的语言，这是唔对的所以讲，伫遮咧要求政府呢即时就把这个华语政策、独尊华语的政策来改掉。民团表示，语言平等若是保存文化，嘛是保障人民使用母语的基本权利。希望政府提出具体改革措施，修复过去语言政策造成的伤害，互各种国家语言拢会当自由使用、平等发展。记者郭正王志光台北报道。已经91岁韩国雕塑家金允信，上厉害的就是用电锯来雕刻。伊伫日本的殖民时代北韩出世，细汉时触茶来烧的记忆或者手啊，正做其后来创作的主要材料。介绍着头个镜头，带大家来认捌这位艺术家。金允信挂手刀把要开始创作，伊的技师真特别，是一支大支的电锯。人生60多档的创作过程，金允信对手把的温度找灵感，刻出伊对艺术的理念。伊伫坚持用插科做创作，这是甲伊做囡仔时代的记忆有关系。 어렸을 때부터 나는 자연이 내 친구예요. 집에 아무도 없으니까 애가 혼자서 노는데 동네 사람들도 없었어요. 거기가 매일 걔네들하고 혼자만 하는 거예요. 1935年出生伫日本统治的北韩关山，出生伫迄个动乱的时代，过去的记忆拢是甲探索大自然有关系。当年的物件是足欠缺，劈树仔摕来烧，树仔规张挽起来，互伊是足震撼，嘛大大影响伊日后的创作。透过电锯刻出伊的作品，嘛代表金允信要互当年烧甲变腐的树仔，用艺术的形式搁活起来。 근데 그거를 잘라놓은 거를 구해서 그거를 다시 이제 조형적인 예술로 이제 화했다는 거는 걔들이 그 속에서 영원토록 자기 존재에서 거기서 살아남기를 이제 바래서 내가 나무를 그렇게 좋아했는지도 모르겠어요. 金允信捌伫巴黎留学，48岁去阿根廷看孙仔的时阵，去互当地军政府结束统治了后的自由思潮吸引，决定要住落来。韩国大使馆协助伊伫遮定紧生团做创作，这段时间大大影响伊的创作风格。这几年金允信嘛得到邀请，伫咧威尼斯双年展展出，嘛伫咧保共国家开展，互伊伫咧雕刻艺术界地位是愈徛愈在，嘛吸引国际对韩国女性艺术家的关心。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今仔日下晡的天气啥款？说到来，咱甲时间交过台记台 A 甲秋季气象主播唐啊。今仔日第7号风台上北，受到锋面接近、甲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会有阵雨，也是雷公雨，而且有大水雨。
也是局部大水雨的雨水，中部以北的地区嘛会有短暂阵雨，也是离光雨，而且会出现大雨，也是局部大雨。以上就是6月2日中昼新闻，感谢大家收看，我是柯家祖，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